Hello， 咁多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喺度咧正式歡迎大家嚟到參與我哋今日運動家40週年全民運動挑戰日啊！我係你哋今日嘅主持人思怡 Giselle 小倩，大家好！哇，聽到大家嘅掌聲同埋歡呼聲都知道大家今日係非常之精神啊！準備咧去創一個全新嘅世界紀錄啊嚇！嗱，今日咧我哋呢個活動咧係非常之有意義嘅，因為係我哋運動家40週年嘅慶典啊！今日咧我哋喺度唔單止咧係可以回顧過去，我哋更加一齊要創造一個好正嘅未來啊！一齊挑戰最多人同時線上線下做開合跳嘅一個健力士世界紀錄啊！我哋實行咧將運動嘅力量轉化成為社區嘅關懷嚇。啱啱咧踏入呢個新嘅馬年咧，我哋就已經可以一齊共創一件咁有意義同埋咁犀利嘅事情啊！嗱，今日咧我哋唔單止嚟到咧，希望可以破一個世界紀錄啦，咁仲更加咧係為咗延續運動家嘅呢一份精神。運動今次所謂嘅報名費咧，我哋將會全數捐俾5間嘅慈善機構㗎。亦都有請到我哋活動升級大使方力申先生 Alex， 以及和諧之家和諧家庭大使梁子妹女士 Christy， 歡迎晒咁多位我哋品牌長期以嚟推動運動同埋回饋社會嘅初心㗎。咁呢個時候我哋亦都首先有請我哋運動家嘅代表蔡俊漢先生 Edison 上台同我哋分享幾句啊！ Hello， 大家好。各位朋友、各位伙伴、各位參加者，大家好！我代表運動家，歡迎大家一齊參與運動家40週年最後一個，亦都係最重頭嘅慶祝活動——健力士世界紀錄挑戰。我哋正式挑戰之前咧，我哋邀請咗啦我哋嘅大使 Alex 啦，同埋 Christy 咧嚟到台上面，不如為我哋示範一下呢個開合跳啦，好嘛？好，我哋不如試下10秒嘅練習啦，好嘛 ？OK。大家預備好未？3、2、1，好，我哋試一試先。呢個係未計數㗎嚇，係啦，大家可以輕鬆地跳一跳。好緊張啊，同大家一樣啦，都好刺激啊！我覺得咧，大家一齊可以咧創造咧刷新一個全新嘅健力士世界紀錄啊 ！OK， 好，我正式宣布，由運動家發起最多人線上線下同時做開合跳嘅健力士世界紀錄，3、2、1。Hello 各位好，我係方力申，今日好開心啦，可以過到嚟呢度啦，同大家一齊做開合跳啦，即係真係唔好，即係我都做完啦，係咪？唔好睇少呢1分鐘喎，1分鐘一首歌都4分鐘啦，即係一首歌都4分鐘，我哋做1分鐘，但係原來1分鐘都唔容易做嘅。但係好開心嘅，因為見到咧，即係在場咁多人士一齊為慈善出力咧，咁個個都真係，我頭先跳嗰時我都有偷雞望喺後邊，我見到啲小朋友跳得好開心，咁我就覺得成件事好感動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李生，我係最佳運動員曾橋。咁咧頭先我喺個挑戰世界紀錄嘅過程裏邊咧，咁我都見到好多朋友仔啦、大朋友或者小朋友啦，佢哋都好盡力去跳。咁呢樣嘢我好感動嘅，咁我係俾滿分嘅。咁所以最終結果咧係有363人嚟挑戰成功。為香港再添一件嘅健力士世界紀錄，我都好想講下呢一張證書。我哋今次挑戰成功啊！我覺得我自己都好開心，可以喺度咧同大家一齊打氣啦，同埋挑戰喺見證住呢一項嘅新紀錄嘅誕生啊！再一次多謝晒大家，恭喜晒大家，下次再見。